也是地形。今年冬天很特别，从北方到南方，已经下了4场大雪，气温也增强，低在北京冬天了，气温低半在零下10度左右。可是今年冬天才冷呢，最冷的一天差不多有零下17度，老人们都说这是最近40年最冷的冬天。人们觉得冬天突然变冷了，可是有的专家说地球变暖了。你们说地球是变冷了还是变暖了吗？对呢？